機場安全意識。香港國際機場係世界上最繁忙嘅貨運樞紐，亦係全球最繁忙嘅客運機場之一。喺機場島上工作嘅超過65000名機場員工緊守崗位，為呢個24小時運作嘅機場提供安全及高效服務。呢套影片為所有機場員工提供有關機場安全嘅資料，內容包括基本工作安全、航空安全、客運大樓安全、道路安全以及消防安全。睇完呢套影片之後，你嘅機場安全意識將會大為增加，更可以為機場安全運作出一分力，攜手合作，達到機場安全人人共享嘅目標。基本工作安全，無論你係喺機場經營業務或工作，合約都訂明要確保安全。如果任何人士或機構違反安全規定，將不獲准繼續留喺機場工作或營運。此外，只有持有機場禁區通行證嘅人士先至可以進入禁區範圍。持證人必須時刻注意安全。如果被發現蓄意違反機場安全規定，或者因為行事不當以致對個人或其他人構成危險，佢哋嘅機場禁區通行證將會暫時被吊銷，甚至永久撤銷。大家必須不斷學習及分享安全知識。有啲工作程序可能帶有危險，例如喺高空或密閉空間工作、提舉重物、喺停機坪或行李處理大堂工作等。當你進行呢啲工作嗰陣，必須了解更多安全知識及方法。你嘅僱主有責任確保你接受適當培訓，可以應付工作範圍內嘅各種安全問題。而僱員就有責任喺開始工作之前，知道點樣喺工作嗰陣確保安全。如果有任何疑問，應該請示上司，千祈唔好以自身安全作賭注。同其他人分享有關安全嘅經驗，亦係學習及提高安全水平嘅重要方法。你可以將良好嘅安全習慣同經驗較淺嘅同事分享，或者喺事故或意外發生之後，同同事一齊檢討，從中吸取教訓。其實，既然分享經驗咁重要，我哋就唔應該只係同同事分享經驗，仲要同其他機場同業一齊分享，因為佢哋亦可能面對同樣嘅危險嘅。有研究顯示，發生一宗意外，正係代表發生咗更多同類事故，或者係冇釀成意外嘅事故。好多時喺意外之後，一啲冇受傷嘅當事人都唔會報告事故，以致有關方面未能夠採取相應措施，預防同類事故再次發生。一旦再發生事故嘅時候，當事人可能會真係受傷，甚至傷勢嚴重。當然，我哋都唔希望出現呢種情況。所以每個人都有責任向上司及管理人員報告一切意外及事故。只有咁樣做，我哋先至能夠盡快採取適當行動，日後保障自己及其他人嘅安全，免受威脅。好多時意外係由疏忽引起嘅，大家往往對一啲明顯嘅潛在危險掉以輕心，加上未有留意周圍嘅情況，喺行動之前亦都冇仔細諗清楚，因而令自己受傷，甚至禍及無辜。只要大家提高警覺，就可以防範意外發生，就係咁簡單。要避免危險行為，我哋首先要注意每一項行為，事事安全至上。我哋必須改變態度，明白到我哋嘅工作唔係以速度快或者容易取勝，安全咁完成工作先至係我哋嘅目標。為咗達到呢個目標，應該提醒自己加倍小心，事前經常謹記一清二楚、三思而行呢句安全口號。首先喺開始工作之前，先停落嚟諗一諗。一清二楚嘅意思就係首先清楚知道工作詳情，問一問自己點樣施工先至能夠避免受傷。三思而行係只要考慮3個方面。首先係制定安全措施，以提醒其他人。然後要有足夠嘅安全知識，喺開始工作之前要清楚知道工作細節。最後要配備適當嘅安全設備，使用正確嘅工具，以及喺遇到安全操作問題嗰陣尋求協助。三思之後，請用2分鐘時間再諗清楚整個工作流程。2分鐘嘅時間並唔算長，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將有助避免意外發生。請謹記，開始工作之前必須先一清二楚、三思而行。我哋建議大家遵守適當嘅安全工作指引，並以正確及適當嘅方法使用安全設備。
此外，大家應該同僱主充分合作，避免令自己或其他人受傷。機管局推行舉報潛在危險嘅企業文化，鼓勵大家報告任何危險事故。曾經作出報告以提升機場安全嘅員工將會獲得表揚。機管局亦保證喺收到報告之後，會採取適當行動，解決相關嘅安全問題。所以，無論你見到或遇到任何意外或危險事故，無論有冇受傷，都應該作出報告。同樣地，如果你見到任何危險情況，無論係有關建築物、設備或工作習慣，都應該向上司或機場中央控制中心匯報。亦可以電郵至機管局安全組。我哋相信見隱患即處理係預防意外發生嘅最佳辦法。航空安全，預防外來物損壞飛機 FOD 係香港國際機場管理停機坪安全嘅重要一環。任何外來物都可以造成外來物損壞飛機事故。喺跑道、滑行道同埋停機坪出現嘅外來物都會對航空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此外，某啲外來物更會吸引雀鳥群集，導致雀鳥撞擊飛機。外來物唔單止會令飛機受損，嚴重者更會造成人命傷亡。外來物可以係任何物料，無論佢嘅體積大細同埋顏色。外來物一般係飛機及引擎嘅零件，例如螺絲帽、螺絲山、箭圈；飛機零件，例如燃油箱蓋、金屬片、輪胎碎片、塑膠袋同埋包裹貨物用嘅膠紙、手提工具、建築廢料，例如木塊、石塊、金屬件，以及停機坪物品，例如航機膳食及空運貨板嘅紙張同塑膠碎片、行李箱部件、停機坪設備嘅碎片。請大家謹記，防止外來物，人人有責。所有員工喺停機坪工作嗰陣，請遵照以下步驟：看管、檢查、清理、報告。喺停機坪工作嘅時候，應該看管你所使用嘅工具及物料。離開停機坪之前，應該仔細檢查係咪已經妥善收拾所有工具及物料。離開停機坪之前，必須清理工作地點，並將外來物放入外來物收集箱。如果未能夠移走大型外來物，請即致電29101108向停機坪控制中心報告。香港國際機場飛行區一共劃分為4個區域，包括客運停機坪、貨運停機坪、維修停機坪以及行李處理大堂。喺呢啲區域內運作嘅相關規則同規例已經詳細列載於機場禁區駕駛手冊、行李處理大堂工作安全指引、機場工程承包商安全指引以及違反機場禁區安全規例記分制。車輛如果需要喺飛行區內行駛，必須向飛行區運作部申請機場禁區車輛牌照。駕駛者應該持有有效嘅香港駕駛執照及機場管理局 D 字批注，並展示喺駕駛者嘅機場禁區通行證上。如果需要喺行李處理大堂內工作嗰陣，亦應該持有機場管理局 B 字批注。喺機場內，交通意外係導致受傷及財物損毀嘅主要原因。常見嘅意外成因包括胡亂切線、跟車太貼同埋超速駕駛。飛行區範圍內嘅所有駕駛者都必須嚴格遵守機場禁區駕駛手冊所載嘅禁區駕駛守則。違規者可被檢控，並按照機場禁區違例駕駛記分制度被記分。此外，所有車輛必須時刻讓路俾飛機，並同飛機保持寬闊距離，唔可以超越正喺度拖曳或者滑行中嘅飛機。停機坪上設有不同嘅設施供飛機使用，只有獲授權及經過訓練嘅員工先至可以操作。呢啲設施包括登機橋、固定地面供電系統同埋空調系統等。所有進入飛行區及行李處理大堂範圍嘅人員，喺任何時候都必須穿上安全熒光背心或外衣，俾駕駛者或其他人喺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清晰見到佢哋。飛行區範圍嚴禁吸煙，如有需要，吸煙人士可以前往客運大樓及飛行區範圍內嘅指定吸煙區。飛行區內設有機場閃電警告系統，系統會以燈號及響號向停機坪員工發出閃電警報。
當探測到或預測喺機場5公里半徑範圍以內，但係喺機場1公里邊界以外有雷擊，黃色燈號會亮起。喺停機坪只可以進行必要嘅工作，例如拖曳飛機、貨物裝卸及加油活動等。當探測到或預測喺機場1公里邊界以內，但係喺 A 區涵蓋客運停機坪及貨運停機坪1公里邊界以外有雷擊， A 區會亮起黃色燈號，喺停機坪只可以進行必要嘅工作。B 區即係 A 區以外，但係機場島以內範圍會亮起紅色燈號，喺停機坪工作嘅人員必須停止一切戶外工作。當探測到或預測喺 A 區1公里邊界以內有雷擊，紅色燈號會亮起，喺停機坪工作嘅人員必須停止一切戶外工作。喺紅色閃電警告燈號亮起嗰陣，所有停機坪員工應該謹記切勿喺機身及機翼下暫避，避免接觸飛機外部，遠離較高嘅物件或金屬物件，切勿喺高台及平台工作。喺天氣惡劣嘅情況下工作嘅時候，應該保持警覺，遵從安全指示同埋程序。喺停機坪工作嘅地勤人員必須沿住客運大樓下面嘅道路往來停機位。當需要橫過行車路嗰陣，必須留意路面情況先至可以橫過，切勿橫越滑行道及滑行之道。當你行過停車場或停機坪嘅繁忙工作範圍嘅時候，應該注意附近嘅車輛及機械設備，因為當操作人員專注工作嗰陣，佢哋未必會發現你經過。同樣地，當你由辦公室步出停機坪嗰陣，亦都必須先停落嚟，睇清楚交通情況。請謹記，你要看見別人，也要讓別人看見你呢個安全守則。